个好玩哦，大义动态。这个我们嘻哈王子吹哈上了，佢嘅蘋果入面加了麼射槍？哦，那个屁股都摸到那个水水枪。两天了，总来过。啊，加哈嗯间奏的时间。你刚刚比得要命，导播都没有 take 过你。三個兩啊，衝啊，心無開喲，落足我的心臟，鬧熱大力腿，鬧熱強下來。哎呦，今日個人的前2禮拜的十強的比賽啊，今日課呢，我淘汰2位啦。簽署淘汰哦，簽署淘汰，唔是強，唔是強。封眼看下伊，嗯，封建看你吃到奶按豆皮有比淘汰啊！哎，看个程度就好，哎，唔好讲。那好啦，啊咧，我嚟进行今日比赛哈，今日魔王，哎呦，他们重要了哟。魔王 PK 赛，看到魔王240啊哎呀，替他们紧张啊。来，进行今日比赛啊！来，比赛之前的介绍评审欣赏。下手欣赏，请这个欣赏，请这个欣赏，这个欣赏。嗰度言堂都今边有魔王来踢馆，有冇？他们紧张，先不能不用强松起来，好冇？强松。对，逆转人生下来，好。今天有唱到嘞，哎呀，客家界的S 姐妹花哦，以后也是魔王，我跟你讲，哎，现在是小魔鬼。在他妈妈心目中，小妖精，嘿，妖精，哎，2个双胞胎哦，没啦，姐妹啦，姐妹，嘿，很多祁门贤同祁门順帶來客家，來春獎金哦，來。哎呀，用几毛呀？嘿，面线，你也好，你好，嗨，你们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讲客嘛，講下個今日會發錢哦。係啊，嘿，我講客哈，即個介紹自己哈，面線先，小介下哈，小介，大家好，我是客姓嘅客家人，我是姐姐孟轩，我是妹妹孟纯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咩客氏人客家人，萬人教你都係啲客氏人，萬人，
妈。啊嘛，哦伊，即个要学新人呢。妈妈你这个学新人的啦，国新人的学新人，你做嘛按你搞紧咯？就学新人，然后学新人跟学家人，就是比较有那个押韵。哎呦，你还注重到这一个。做当地人写都抄安尼啦。哎，伊跳摆演跳摆亮衫安尼，创跳舞台风创国的嘛带动跳，啊，跟台演相同的带动跳哦。系啊，俺迄其他就资助啊，其他就看到啊，讲唔咩教子。关于阮爸爸跳嘛，不止爸爸可以啊，啊唔过佢就演大树嘛，大树松柏嘅大树，北港嘅大树。哦，对对。大树应该你来演比较好嘞。俺们吃到吼。哦，优秀哎哦。啊，跟妈妈唔单止迄其他就会资助，咩迄爸爸的资助啊，哎呀，撑起。差很多。哦，谢谢啦，谢谢两位哈。哎，两位妹妹，要不要来啊？唱歌有欢喜嘛？有啊，你做嘛泪眼汪汪？想哭啊？为什么？你上次被魔王打败，你还在耿耿于怀是不是？姐姐，你到底哭什么啦？啊？你可以说吗？可以跟大家分享？可以大家分享嘛，好吗？还是你今天早餐没有吃到？他说：“其实我真的不想像妈妈这样子。像妈妈很美。好啦，其实之前没有参加过奖金挑战赛哦。有哦，是有嘛？几个时间啦？哇，这两位会不会赚太凶了哦？我赚很大哦。哎呀，来看一下佢今边表现样板。有请徐世慧先生。好，来。特别看特别主要无强样的成长啊，其实当欢喜，哈，啊毋过人表情怪怪呢，啊 OK， 好，啊毋过呢，今比表现呢，放上来知道，两姊妹跳舞的整齐度一高了哈，比头摆可以来又较高，啊妹妹有长大的感觉哈，妹妹无强样的哈，表现来讲要讲一好的表现来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讲。我下一摆呢，做得可看到两三个继续来一片表演，哈，一片比赛，安尼好无？喂，人义公用版现啊，罗哥。哦，看到那个大耳垂我就受不了，我想捏真的。你不要这样子，那是敏感地带。好，安尼那个可以啊，就拿来到奖金嘛，好嘛？好，客家嘅 S 姐妹花1度分。93分拿有冇？超过90分就拿到係嘛？係咪？好，安尼恭喜你兩位啊！嚟，拿獎金3000元。還有產品面子。好啦，恭喜你們哦，恭喜哈！係啊，好，那請回座休息，不要哭了哈。好。參賽者2-3一組，出場獻出一位魔王進行 PK。3位當中分數前大嘅，也係冇達到88分嘅搶時淘汰。喺講強分就由評審開會討論看賣而入。魔王 PK 賽，也係恐怖上上嘅經典啊！哈。每擺看到也個風水，千定人講嘛。但是今日唔咩安尼參賽朋友 PK 嘛？今日要請參賽朋友出來，啊，講出道哪一位？魔王，好嘛？安尼有請哪兩位呢？就有請楊家琪、潘以涵。啊，歡迎兩位來到舞台當中。是你沒有錯，你不要懷疑。哇，好。哎呦，兩位都是美女。對呀。啊，兩位唱得那麼好，然後等一下。兩位也那麼會緊張。對啊，哎，啊，等下魔王來比下。啊，萬一買輸特也沒打爽，對吧？哎，他有自信讓魔王失敗？沒有。真的哦，魔王哦，沒有跟他團也得跟他比嘛，一起參賽嘛，他的分數也是納入考量嘛。對啊，所以搞不好比你們也低也不一定啊。所以真的是有可能的哦，你知道嗎？Gaki，出啊！有兩位魔王來看一下，來出到哪位來？出1位就好，冇兩個攏出出來哦。給他。哦，哎，這個好玩哦。春家的那個
俏皮哦，风格也就全部不一样，无冇腔样，系啊，嗯，完全冇腔样，要挺厉害哦差异动态，这个这个来很厉害哦。嘻哈王子，我们嘻哈王子吹下嗓了。其實就先係唔係當中移動，浪漫唔係當中移動，一下切幸福講法就圖要時差規則冇水想，佢嘅蘋果嘅面隔了冇射牆。哦，这个屁股都摸了你的水枪，哎，要按那个你那节目按那屁股摸了水枪有了。那人家有没有火辣辣湿湿啊？你这这个还会怕吗？会，这个怕什么？他是在念经，你是用唱的，有什么？对不对？是魔王啊。魔王，你就是要来用呀咩啊？人家用冲用冲的呀，可能会冲洋机啊。没有，要有信心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好吧，我们来欢迎魔王出场，来。两掐弦体。嘿哟，大家好，基本呢度鬧嘅大擂台嚟做魔王，超到眼嘅呢，所以佢係專心啲哦，煮好學好唱，冇是成意咧。跟嘻哈的人都见面打招呼，就有 What's up？哟，哇塞，你好嗎？你好啊，許寶芒？哦，冇啦，阿苏一天啊呢？冇啊，冇。一匆匆去金曲奖呢？有入围过几次？入圍過一次。一次，踢到给的时间。哎，不是入围2次吗？沒有，一個是金音獎的，一個是金音獎，一個是對，一個金曲，一個金音，對對對。哦，现在各大的活动都指定要他。沒有啦，冇，真的哦。圈底不哈啊，圈底不哈，但宝没空。圈底不哈，動哈，很鮮呐。哦，好，哎，根本你陈其亮嘅腔下来 PK 啊。哦，哎，妹妹嘛，妹妹啊。但你今天也是带来，你是要唱嘻哈吗？嘿，摸摸虫，哦，也是唱嘻哈的歌，对不对？乞丐狗啦。好诶，在节目当中嘛，当时有谈到的嘻哈表演，也都好上瘾，也係目前當流行的一種表演的方式，表演的歌曲啊。来，緊張小姐，你要唱什麼歌？記中花。記中花，有沒有同聲合記？唱水路人家。水路人家，水路啊，沒有。水路人家，那先起嘞。我該從 noodle 啊，係英文啊，就是免挑意思。noodle，我要點到 noodle。哎，講到 noodle 哦。來，第三個後堂嘅歌曲嚟。一
束缚两边三条街风光。天公都暗示无限水，路的事情是从海土地甲生意，中岸中岸拍戏。 是路困，边爱嘅后退意，水路啊，乖呀，你是吧？乘风啊，你是吧？水路啊，你敢不爱？慢慢敲敲出人生的每头。 Yeah， 水电影下的，水电影下的，水电影下的，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 ，Yeah。让你强悍的时间是爱，唔免爱就像伊早怪的上就是跳，唔愿意讲嘢好好吧，爱管地踏实。 不过爱用的爱翻的，唔就莫一莫事，你做得地俩，做得地改偏做，嘛该偏偏伊爱去你爱的面前，你讲魔法，嘛该下魔法，你讲你会都需要多莫离好讲法，爱唔去懂有钱，你想的事嘛该爱做得吐，一起吐，一起存钱，该系一种简单的快乐，不怕线条简单的法，可能唔去最好，不过爱善意，好该有生气，两种感觉爱唔会讲，你嘛唔会知 ，maybe you 因为做系你，记得让爱讲两种心情呀。水电影下的，还忙是你不爱学的太忙。水电影下的，就算学的太，嘛会留一口。水电影下的，叫一只动电影下的在。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 ，Yeah。俺定义许东西，不是讲会排体热，不过强悍俺叫酒两摆是当一情绪主，家里提一提去泡树，第三系魔水的反输主，俺当讲一般要求，地该都需要准挑可爱对俺笑俺之后，慢慢俺会皮控行，做下就俺已经分出你的天使，他给魔鬼，那出来俺见把用的吹了，了不去累了，俺莫买吹条。 不过讲到煮面，爱讲天意，莫应该讲天意。排泄爱去撒皮，莫便宜。你莫谈讲也简单，一时菜做起来你爱用心。今日就用爱讲一样，一煮一碗好食的泡面不易食。水电影下的，他们是你不爱食的太毛。水电影下的，就算食的太，嘛会留一口。水电影下的，叫一只动电影下的在。 水电影下，水电影下，爱。我想爱图你去，你想爱去的地方。你讲人生当幸福的下，许多情感都像是福。唔讲我想摸，你都是安生，又会不会是安乐？空气来就像酱油，错过了嘛该，真都不卡想动，想有某许多嘛该错。你系爱的公主哦，不是太傻，但我有钱爱买买下粒脏糖。哎，你是亲的所有好事的东西，我想了做心，把叫你就唔会停止。
做得香臭臭的，袂当搜搜流声音，嘟嘟好的，恋爱性作，你的小酒抢蜂蜜安听就算账，陪你聊你嘛，袂干过喊听。你不爱爱你做得最起码，你讲还是爱煮的泡面味都係最好看嘛。Yeah， 水電影下的，蛤蟆是你不愛學的題目。水電影下的，就算學的題，嘛會留一口。水電影下的，叫一隻當電影下的在。水電影下，水電影下，水電影下的，水電影下的，水電影下的。水電影下的，哦哦耶！水電影下，水電影下，Yeah，That's my baby girl， 哈！哦，哎呦，谢谢，man，顾问要奸笑感觉。哦，你好轻松哦，就没有把一首歌完成了。哎，我真的懂羡慕啊，好上朋友哦，创下嘻哈的歌曲，这觉得好高哦，懂轻松懂的。没有错，还关键字体后稿。好高，哎，你就玩音樂就對對對，錯。以我張年代嚟講啦嚇，第一擺接觸到客家嘅人饒舌，係唐豆蔓延的嘛？那個劉少熙老師嗎？不是，我更早了，劉少熙也算更早。啱啲，吳勝志老師。哦，啱啲。有伊跳過係無緣係嘛？無緣係曼國的嘛，但是他整張專輯裡面，裡面有一首會有點饒舌的感覺。係啊，眼睇切假同出岸灑土都嘅爛馬啊！就愛馬法度光腰查達，拜咗同人贏家差唔多。但是人家都感覺冇咁樣啦。後來比如講唐豆跟乜嘅拖拉鼓合唱團啊，對不對？啊，仲佢是。對，特別特殊。唔係啦，糯米團啦。哦，糯米團啦。你又搞錯了，你一天到晚在搞錯別人。哇，兩位今天嘅表現，你知人用白係兩位？圈東河啊。啊？圈東河啊。東河。圈東河。這個東河。你只是才聽你懂河。東河。佢係那個。應該睜眼說瞎話啊！眼睛打開。唔係，佢係動心理系吧？心理。可能唱到這首歌。那一首歌可能比較有寫到他心裡吧。哦，對，有感觸，啊，動有感那個情緒進入以後，就把歌詞停下來，不唱。哎，應該係啦，應該係。他今天演默劇。跟談公平啦。談公平，3位，好來啊，強下就 PK 啊咧。阿公，這幾年你怎麼只講你啦？表現得真的很好嘛，哈。你先講嘉琪哈，嘉琪，我今天發現我喺邊發現講你嘅。果然親厚，你的發音很好。不過你不用多帶入家，你就冇法度，然後心裡不用多放鬆加共鳴出嚟親厚。所以親大嗓，你中國家就感覺上說高音好，但是低音就不好。大眾在田野山崖，按部跳搖轉到愛嘅步伐。在唱歌的時候，我還是希望講。你喊白中國歌要放鬆，盡量讓自己先放鬆，然後你要很相信你有高音很漂亮的，你知道你高音盡量唱出來，哈，啊音準從好做好了哈，啊過來出遺憾哈，遺憾真的是很可惜，因為小康老師真的很好，他把前奏做完了以後，發現你沒有跟上，他又再做一遍，他讓你跟，可是這個小姑娘她很可愛。啊，我錯了就錯了，所以我就從第2句進來，就直接放掉。我們幾位老師都在講說，哦，這個小姑娘真的是，她先把自己非常老實的、該本分的，應該愛做的事情，然後給做好，做2句做好，就唔記得後面那一句要怎麼唱。緊張的啦，緊張。我實在來講，以唱歌來說的話，你唱得比嘉琪還要更好一點。因為在音色在各方面，I G 是講整個的演出的表現，除了忘詞這個部分以外，你有一點就讓我們感覺到說唱歌很貼心，
所以来讲我一样，你要好好的加油，不管成绩怎样，让俺的4位评审对你的评价都很高。哦，韩白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加油，来表现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老师。直接。哇，就我看分数了哈，看分数了，见真章了哈。好，先来看杨家琪的分数。哇，87分的分数没过。哎呦。所以要慢再先来看一下。好，先来看一下盘韩艺涵的分数。今天真的还不错，哈，紧闭睁眼哈，你有给，不错，是有破啦。最近创下数歌这个动奖嘞，刚刚我要点咩？给你欣赏。苏林在哪里？是桂兰。苏林。哦，看错了。苏林。先来看一下盘艺涵的分数。哎呦，88分要有过关呢。88分过关，所以佢2位都87分呢。所以2位都冇过关啦。哦。当然咯。喂，安尼魔王也共样87分嘛？冇啦，如果88分。可能有可能多多过关。我嚟看下你魔王嘅度分嚟。车贤琪的分数。哇哦！这个分数係呢獎金挑戰賽的分數。哟 man， 哦。厲害呢。臭屁啊！冇，66分啊，yeah。哦，希望有位很厲害，有，嘿，有，就再來 Q 徐哲喂Q 我來講節目當中嘅你魔王董少拿到叫董少，真件董少，我先上夢先去吼，本來啲節目很好看，本當到客家鄉親朋友啲講，啲客家歌無單唱係情歌，無單唱係快歌、慢歌，還有按樣風格的歌曲。我剛唐琪唱歌的時間，我耳機都拿下來了，我就是跟着唱的。其實有賞時候，因為冇分嘛個語言，彈到後彈誒，你會的那個關鍵詞以後，你出來唱誒，我先上夢先去吼，冇按叫爭出來嘛。繼續做音樂，好冇？最近你冇係咪嘅？要做轉型，有哈味嘛，有國語的，兩個都有。雙語哦。對，沒有是想要發2張。想要發2張。一拜都發2張啊？對，其實還想要再做一個音樂專輯，想要用3個。現在這個景氣，你這勇氣很大。沒有，因為我都是自己製作，對，混音那些都是自己製作，所以還好。呀，還有商演真的，一台電腦它就可以搞變。真嘅，我諗講，你要在功課，你喺嘻哈再結合海軍，也喺裸胎狗會發，哦，我告訴你不得了。你真的很會講話呢，你那個美食節目的另外一半要結合別人才對。那你去結合他，我來結合他。那個畫面不好啦。有，可以。不要輸，看老嘢大擂台，哎呀，好啦，這個呢，我要認真哦。我要認真，我現在很嚴肅，我知道兩沙正經本先去學到誒。兩沙本來講，以兩沙實力唔咩低調位，不應該只有這樣才對。我先講假期吼，我們創立歌曲的時間，一家喺緊彈緊練有錄起來彈冇？有，對不對？我講，我知道人家說歌曲的 key 啊，聽到冇好，頭前跳帶，會不會歌？其實我覺得你可以駕馭。你下擺練歌的情歌的，你可以想講，你歌的原 key 一家 key 唱一邊。譬如說，你高2個 key 或高半個 key，衝一邊錄起來；還有在第1個 key 或半個 key 錄起來，3張彈起來，那一張衝起來最舒服，彈起來最舒服的，那才是你的 key， 好冇？我們用土法練鋼風聲，還有人家 key 冇嘛舊，你說歌曲你根本撐不起來，好，你自己要分批，你自己 key 要慢分批，還有人家記得，你一直以來唱歌都有音準的問題。
你喺动态的问题哦，好冇？你要记得，你喺爱哋拜糖类素高曲，还有枸杞，爱吃到你必须按到高曲以来，吹态问题哈，还有遗憾出诶，遗憾。我觉得我们刚刚都很扼腕跟生气，因为我觉得你不该犯这个错误。我知道你不是客家人，所以你在很多的时候都在准备。你刚刚一开始一定在背歌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晃神了，我们就完全看得出来你晃神。而且我觉得你晃神，你怎么会不好意思？不可以，你还比赛，这是比赛，就像人生一样，有很多事是不能重来的。我们除了生气之外，当然觉得扼腕。我真的谢谢小康老师，我还想说小康老师人真好，让你从头唱。当然 OK， 我觉得最棒的是你的副歌救回来了。我觉得你真的唱到我心里了。我觉得那个水路啊，每一个水路4次的水路，你每一个水路都让我看到它不一样的跳跃。这是我在你这歌里面看到你想要挽回的企图心。那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唱歌要专注。我告诉你，准备的工作在家里就要准备好，在台下就要准备好，在台上没有机会让你准备的，好不好？也许你有机会回来，也许你没有机会回来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我们跌倒过一次，就要记得从那里爬起来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哈。两位那安珠可能要枪死投胎啦。枪死投胎那到时候再看我们评审老师怎么样的抉择，好不好？希望也个新的专辑开得得出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在来节目当中分他个糖啊。好。木空有表演啦，真的。客家乡亲真咩多多支持客家的创作者，全部动厉害了呀！那新的创作朋友。冇。真的太棒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三位。今天是魔王对抗赛，因为我感冒，所以有些音准没有到位，就被暂时淘汰。希望老师能把我救回来，我一定会好好加油。今天是魔王对抗赛，因为太紧张，所以表现不如自己的预期，可能是准备的时间还不够多，应该要再花更多时间准备。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希望我自己可以表现得更好。好，3號嚟啊，做嘅乜嘢呢？歡迎翻容軍演容歸蘭。來到舞台當中。羅大哥，何君姐。就呢，歸蘭姐呢，楊腳安尼。對，讀到後生人會強嘅，我強啊。而今日魔王 PK 賽會強。咩意想講？意想講，讀到後生人真強嘅，今日要海來到一個魔王，一個較強。錯。但是我真講，其實俺個老人家唔是強嘛嘅，俺創作好，俺強喺後生人強到台。輕量啦。你要創作俺好，俺節目現場大講嘅，唔係講哦，乜嘅俺節目全部先後生人一樣吧？唔係年紀大嘅朋友，唔創作好，同樣也有機會同一啲後生人嚟拼，對嗎？錯啦，輕量嘿。咁嚟出。好，我哋一下嚟有唱到一 V 魔王嘅咪嚟出一下。好嚟。滿音。好來，海娟你看一下啊。哎呦，傳染力歌後，感染力。传染力，他是有什么有病啊？他有点毛病。传染力，哎呦！谁每次会取这个感染？这个给唱歌，它有渲染力，有感染力那种感觉。哦。一唱出来就吓死人了呢。哦。哎，吓死人呢，吓感人你话呀？哦。天后级哦。天后级哦，按那个先弹给一鸣惊人一下。好，感染力。爱老你将平衡计两条线，爱电到那日怎会连深夜。哦，有感染，声音跟你有点雷同哦。没有啦，他的比较好听呐。一條歌你唱唔唱？我曉得啦。愛老你。还是要把这机会留给魔王了，对吗？对。好了，欢迎魔王出场。嗨嗨。哎呀，起屁！呀！
係天意。今晡日我要將來做魔王來踢館哦，參賽者嘅皮愛強卡很低哦，因為我是唔會變衰哦，加油！你做到一隻魔王，懂得一講哦。哎，得面講哦。誒，個資歷的報告啊，問他個堂啊。有資歷吼，我來跟大家講一下嘞，吼。腦一大擂台流行組踢上幾個冠軍。腦一大擂台流行組踢界年度賽亞軍。好，曾經用完輸到參加金鐘50開場嘉賓。哎呦，金鐘嘅開場嘉賓啊，我都忙死一個咧。安好啊，係夢寐以求嘅呢，唔是一個咧哦。其實喺金鐘開場，咩係因為腦熱大擂台。開場係做乜嘅？行呢啲人嚟嘢哦。開場的表演，唱歌嘅跳舞。唱歌嘅啊。係咩係因為腦熱大擂台。做乜演咩腦熱大擂台？佢哋係選秀節目，各個選秀節目挑2個，安妮係代表客家電視台腦熱大擂台。所以選到你耶。唔同乜嘢？於娟。哦，於娟，唱客家歌。咩唱國語歌？我唱國語歌。好棒哦！原來我們那姐姐會羨慕你呢，哈。不會啦，不一樣的領域。但是私訊給我，她姐姐啊。她姐姐啊。徐子淇小姐啊，很羨慕哦。冇咁樣啦，姐姐現在已經轉往戲劇圈發展了，對嗎？咩表現都懂好啊。兩位講個話嘛。好。好，有聽過有彈過佢唱歌嗎？剛剛聽過。剛剛啊，哦，就彩排的時候，很有感染力，很可控啊，不是傳感染力啊，不是傳染力。你要唱什麼歌？今晡日搖滾賣酒。好，歸蘭姐，今日要唱今夜一講嘢。啊，今夜一講，鐵拍人。是這首嗎？係咪？你喺乜個？你喺唱嗰啲啊？你喺莫言啊嘛？啱呢。眼淚。眼淚。哦，嚟彈下什麼唱好彈嘅歌曲嚟？是酒冲三個從心跳快歸啊！你講嘛該比如水天了，給主也搶啊水明了。連每句話言有行為。
沙路古情夜，往事一梦，思念在心田，层层涌现。今夜月光夜，月光照入纱窗帘，今世已求人世多变，沧海桑田。点情的夜空深盼夜，归乡天风吹到面前，相隔月光，相映的花香，思念亲相牵。点情的夜空深盼夜，归乡天风吹到面前，相隔月光，相映的花香，思念亲相牵。今夜月光夜，月光照入纱窗帘，今世已求人世多变，沧海桑田，沧海桑田。一缕云，慢慢慢慢随风飘。一条路，点点点点等你飞。你到来。來來來來，半夜聽到面，也不也見來見錯，變成了一條線。眼淚呀眼淚。天公作风擦丝雨伞，你讲给我唔会无人莫家，眼泪呀眼泪，发高飘香就爱的
食，眼泪呀眼泪，发到屏乡就爱电台，原来伊表第一条思念的线，牵得爱。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巴，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，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懂甜美的一条歌曲啊！不一样的曲风。那画面好美哦，好甜美哦。连续糖到后堂的歌曲3条歌的，来，来弹一下欣赏的歌。许世辉老师。啊，佩仪又见面了啊！真嘅係偶像啊！哪有 ？OK， 唔記得雖然講做評審咧條路做唔得偏差哈，比較中肯。啊，唔過記得認真演唱到以後，要拉鬆嚇，要去彈到出架後堂嘅音樂嘅方式，所以其實我對我嘅聲音一直感覺當好。好啊，接下來呢就是范江，你今天終於。不錯哎，今天真的還不錯哈。緊閉真給哈，你有給不錯，是有破啦，是有破。可是那個搖滾的部分哎，知道有嗓子有點破音，它本身它是一個震撼力，所以可能對即興的表現。所以你講嘿緊嘿唔錯嘛，其實我們這樣子講好像找理由，可是基本上我覺得是可以容忍的範圍在內。啊，不過最後講。你今天表現的方式比較特別的是，我看你這種冷酷型的表現搖滾是比較讓我覺得，我一直在找你的動點，可是找不到。可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。黑矮衝搖滾的方式，我會跟你整個天差地別。可是你亞中方式呢，我可能想一下，我可能也可以試試看，不要讓自己動的方法。啊，不過最後講兩個狗音的方式。兩個氣的部分運用得很好，不過有幾個地方就是用得會不順的地方，都是在高音的地方，可能你要很小心哦，可能會聲音哈。啊，你副歌在運用的那種表現方式，我覺得你有帶2/3的搖滾，但是又有1/3想要唱傳統調的感覺。好，這個我覺得還蠻特別的，好，這蠻特別的。再來就是淑玲姐哈，淑玲姐你唱一首歌，這個動獎呢？好，真件唱到動獎哈，一首歌真件動適喊哈。啊，最後講家下我有條咩？幾位先生？淑玲在哪裡？是桂蘭。淑玲。哦，看錯了。淑玲。淑玲。你好，桂台。有朋友到你。好啦，帶對目鏡好啦 ，OK。啊，桂蘭姐哈，桂蘭姐拍攝。OK，今邊唱一首歌嘅今日。熱講演哈，我知道一首歌真件唱到以後，人嘅大音嘅部分啊，其實嘅表現嘅方式一切動穩，哈，還有一首歌嘅情緒感情全部動到位，哦，係有上時你講可能按你歌啊，你講可能你上就是比較年長啊，或者是比較長輩型的參賽者來唱按你歌嘅，可能有上時啊，可能會感覺到可能會有係唔係會表現的方式可能冇安心，啊，不過近邊其實我對人嘅後背特質是嘅梅音啊，我覺得你有特別修飾誒，冇唱平常時唔唱歌嘅方式。真係要譚老師嘅話，特別要。唱行人調音全部冇同樣嘅哈，每一句的抖音都不一樣了，對，全部收掉了，它全部收成最新的樣式。所以一首歌真係表現到唔點樣老唔托，所以講可能了嘅高音嘅地方，可能會有到會綁定嘅較狠，唱唔上去。因為很多。錯嗬，拍嘢嘅單位兩機拍嘢，T 機拍嘢就強狠，T 機拍嘢了嘅要鬆下來，嗬。啊，唔過最後一單位地方可能出現到較無問題嘅地方之外呢，可能係知道幾首歌嘅表現方式強獎嘅，真件動獎。沈蒙先生。哦，安子生，謝謝。係啊，哦，徐老師嘅落法演帶起來真係動較落哈。唉，
肉有肉为火 ，OK。有准冲。我来杀来，有请个呢，罗格里先生。好，国立老师。佩仪，还记得你上麦的上节目的时间，姐姐跟我来嘛？我当时讲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形容我，要是姐姐和二姐江蕙的话，那你就是江淑娜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今天缠绕着，啊，给面多姐姐抹了。我发现你的企图心有一点想把姐姐干掉的味道，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越来越棒了。继续唱客家歌，好不好？加油哈！好，桂兰姐跟范江今天的组合，我觉得我的感觉是。当邓丽君碰上伍佰了，那虽然音乐性不一样，某空庸，但是你们都在各自的音乐范围里面发挥自己的实力到淋漓尽致，听桂兰姐人家的嗓音就好像我们一杯很香醇的卡布奇诺。那范江的声音呢？你今天唱出了我之前对你的期待，如果桂兰姐姐是。一杯香醇的、香浓的卡布奇诺，那你就是很刚烈的那个 tequila，一个是咖啡，一个是酒，一个是很浓郁的，一个是很刚烈的。你的声音 power 有出来了。那除了刚才那个世慧老师讲的那个爆音的部分，其实我觉得你 power 推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从头到尾麦都拿那么近嘛。对，麦越近，你的缺点暴露的越多。当你声音要从，尤其你那个高八度那个地方，你可以把麦稍微拉一下。那个声音power会继续维持，然后呢，你又可以把音量维持到很好。两位继续加油，各自在自己的音乐范围里面做最好的表现，谢谢。评价很好哦。先来看范强观演的分数。讲啊！这个都哇哦！哇哦！上多，实在上多，94分啊！真的。冇拿过94分吧？含钱吼。对啊，一般参赛朋友拿到94分冇按改。也拢奖金挑战赛分数。像陈婷婷嗰種吉數會讓你拿得到嘅。哎呀！好，對，先看一下你桂蘭子啊。用桂蘭嘅分數。自拋路不向連天。我很會捧我的場哎，你有辦過？搭班啊，出去攀選秀會吼，一定會報名參加哎，很有特色貸款啊，所以。自由。唱漂了山那一個啊。桂花姐和個緣分姐對我來講吼，就是。看一下你桂蘭子啊。用桂蘭嘅分數。先生，有壓力的。我也其實我知道聰哥喜歡唱歌，所以可以精益求精。現在消毒。其實那這個有台階下呢。好，我是魔王，結果我不到94分。來，7P嘅分數。來。哦，我把这样，也是7分，还好，面子挂得住，面子还可以，替你捏了一把冷汗啊！对，恭喜二姐啊，恭喜二姐，谢谢。是，今日多请来比赛啦，哈，来示範一下創暗火嗰本兩位加強啊，能看佢兩位嘅表現都很好。不敢，真的，多謝。那兩位真的今天表現得那麼好。不過有一個問題啊，2個同分要用改賽啦。用改賽？就那2個淘汰啊。不是啊？咩啊？哎呀，2位啊，弄94分的呀。那都要搶新章的雙路給的。那你們的事情咯。經過激烈嘅比賽以後，范強觀演老用桂蘭兩聲音都衝到平數，在評審席上開會討論以後，到底也兩聲音萬人會贏，萬人會本人淘汰咧。
啊，结果讨论以后很样办？结果咧，冲到按好吼，分数按高吼，外头是决定讲你两啥拢先留下来。一两啥留下来？一两啥直接淘汰？枪死淘汰。与枪死枪死淘汰。枪死啦哈，枪死两位唔是紧张哈，枪死啊，唔要吃食个吼，枪死，好嘛哈，所以这庆祝下嚟哈，两位通过，两位通过，两位枪死淘汰，好，安子谢谢。史莫先生。哎呦哈，结果呀，那传统组每2礼拜10强争霸战哈，哎呀，也传统组的10强已经出来了。系咯，啊，今年有嚟输考验没有？系啊，进行嘅咩强样係魔王嘅 PK 賽啦。哦，PK 賽啊？PK 啊，係啊，所以今年咩要搶到幾位魔王嗰度同人哋參賽朋友嚟拼下嚟啊！好哦。哦，嚟比賽之前就介紹下啲評審先生。李楚海先生、張永平先生、羅英先生、賴明志先生。T 組有搶到嘅係黃桂華、涂元峰。好，歡迎嚟到舞台當中嚟。要用啥？上用字幕用嘅啦。字幕用嘅。啊嚟，有3位魔王，看人哋出到哪位嚟？係喐，慢出。慢先嚟出。慢啲。哦，桂華接嚟出嚟。好嚟。好，出到嘅慢一盤，大家看一下。嚟，哪一隊？我嚟鏡頭。喲，音樂神童，冇要見先搶1名經理。好嚟，你先出聲一下嚟。山過了後啊，衝啊，又喝了湯啊。羅英英啊！英英沒帶子嘅呀？什麼呀？唔咩係啊，一聲唔咩分上過一聲啊？係啊。嗯。好秀氣的聲線哦！哎呀，都帶起慢人，唔啲啦，唱出來好唔好？好喎，好嚟歡迎我哋魔王出場。哎呀，劉志宏，今年藝子田春義少年組拿到第1名，今本日來到鬧熱大擂台踢館，希望大家讓藝強勇唔好按緊張，拿出實力來拼一下。也個厲害咧，一整件也個行一身土。哎呀，唱太調解樣嘅。哦，佢家講佢老到你什麼嘢嘛？唔該，一唱一次。轉上。唔該，多謝。13歲。13歲啊！誒，一旦晚我很會捧我的場誒。你有辦講？搭班啊，出去辦選秀會吼，一定會報名參加誒。嚇？你睇小費款啊？哎，兩位咧，從只新葉邊哦，做唔到書記哦，啊，書記就撈開哦，清涼啦哈，哦，跟住帶嚟嘛，落山歌，好，平板，好，之後鬧年少，好啊，好，嚟彈看啦，我12號彈個歌嚟。
是条约。夜深沉。双喉连头呢吗？这个很伤喉咙的。哎呦，冇错。你怎么唱完那么淡定啊？这是可能就是唱党的样的呢，党本天啊，党本冲啊。头发韩式资源要做头家咩？你有咩要用啲嘛？清凉窗啊。乜嘅？要用2位路的嘛？啊，你有没吃到俺也魔王冲动样本？不差呀，不差。来，谈一下先生的公平好嘛？来，我让秋夏先生来，讲下建壮，真係係識講建壯嗬。咁咪安尼規劃老人風哦，讀到了個酵母哦，那個治好，飲質非常好哦。真係安尼講安尼規劃哦，規劃咁咪創了平板潤味潤腳是又好啦嗬，談起來清順。我感覺體肌刺骨一下是潤腳是大下來清大爽，嗬。
吃姑娘，你吃姑娘，伊还是带下来。吃姑娘随那客。只要你演出嚟唱，你就做嚟網上上，能做潤腳，對你後背咧嗬，會有加分嘅作用哦。還有唱跳山歌啊，你嗌時間我感覺你多少嘢，聲音多少要還有立音的位，嗬。所以你注意，做你注意乜嘅，你帶轉後邊唔好練，你總係按樣樣練法，你帶轉唔好講要感覺你後面要要做出嚟，嗬。你係希望你後邊係能夠再加強嘅素材嗬。還有可能當緊張啦，因為今日要按多隻強數咩，嗬。上去唱歌唱嚟要按個笑容之前好啊，你要做啲必須嘅記者對人講嘅做表情，上去台下，要兩度，要買練法，調啲表情可能再加強。但係潤風嘅路上歌，你上演出前好，你唔可以數規劃。我係感覺你咁樣路上歌，幾首歌係感覺你當上我留啲首歌曲，留佢交代聽，唱聽就好咧啦。記得路上歌自由演唱，自由演唱嘅方式就搖嘅唱，唔好壓下說，因為高談一下子你認為，高談要張有記，還是感覺你啊，唱山歌路上歌冇聽講，壓切到兩隻詩，25呀乜嘅42冇按結添。但唔過記得用嘅詩，可能講認為高談嘛，張有記嘛，唔好認為高談張有記，因為咁個按你唱法，比較個歌詞就係冇適合，認為高談張有記，4隻詩按後邊，3隻詩按就係適當。因為高談嘛張有記。還有字義清楚最必須，你字義清楚最必須嘅事業，你清楚了為咩當緊張？所以緊張嗰啲你要起伏感覺較大，再加強。你記憶、答憶、傳承，你加入一天，所以你唔係講做唔得啦，你個按你加到以後，你當緊張嘅唱嘅時候，後邊嘅你啊，我就感覺你熟人嘅起伏係不足，嗬。呢方面希望後邊你要唱呢路上嗰幾啲，我不。唔會緊張，慢慢地唱，自由演唱，將呢歌詞意義表示出來，個人做出來，按下重要，好唔好？好，加油！好，你講乜嘅？講高鐵啊？冇啊？專業咩？你再唱一下羅茵茵老師的補充啊，嚟。好，今日兩位參賽者哈，就係規劃這韓國遠風這對我來講哈，就是難分選址。好，提前好先講，我知道兩位嘅台風都十分嘅穩，我想比賽到每一屆團哈，就係比呢條嘅穩定圖，所以嘅穩定圖，請我看起來都當好哈。規劃這呢屆你係帶入，可能係加強啲喎哈。比如講呢屆提示記哈，唱跳山歌。好，兩片你帶下來，咁講呢，樣板佬你係喜香港嘅潤嗬，表達到很下好啲。我想可能潤下邊講嘅雙腔共鳴嗬，樣板來唱，嗬去上一下。咁講嘅太假火嗬，兩片你唱到我去到1號，嗬，就是很平順動穩啊，嗬。兩片我去到你唱到當好。喺這個來嗬，遠風這呢屆你係羅山歌嗬，我想頭先李秋霞先生有講過嘅，應該分句可能這個上一下。香港呢，就個咧講嘅先天嘅條件以後，全上映動量，喺上映暗量，所以你從安樣型嘅歌曲，你可能這個去練習嘅熟練度，我想嘅熟練度有規則彈起來，就本人取到很下安心。我想咧就係你能夠係做得那度很下好嘅分數嘅關鍵嚇。按這個來講自豪，因為表現到非常嘅好啊嚇，就係見來見入嚟大將之風。我想小朋友做得從安樣型不簡單，好，所以繼續加油，是嗎？好，謝謝。你真係夾夾看神秘嘅分數啦，好啊，現在看王規劃分數。我90分，你做得咯，90分，係啊。好，嚟看
涂云峰的分数。92分呢？多高2分呢？多明显了啊！係啊，啊，先來看一下那個模仿。劉子豪的分數。魔王各位魔王哈，係啊，高分這些呢，加3B哈，3B，謝謝。好了，轉一邊當紅坐。好。初唱評審先生講嘅，愛唱緊張嘅，無老歌嘅唱好，當做愛禮拜來學經驗，希望下一回有機會encore過來唱。恭喜多大財呀！好，19分。落山歌的八組，唱一鳴驚人。搬家從哪？是農苗公愛上啊。好了，3號來2位。龐真聰、朱幸奮。哦，不一樣來的舞台當中。2位好，好嘞。2位啊，今日看下同魔王拼下嚟啦，吼。係啊，咩唔點講2位魔王嘅慢熱來處一下，好嘛？來。處一下就第。好。誰來處下嚟？好，19分。處到哪個咧？落山歌的八組，落山歌八組係慢人咧，即係很佢出聲嘅嚇，係無上就無上，一上就看有乜法打人人無來。當個東西。一鳴驚人啊，對不對？八組唱一鳴驚人。上家唔得。我想對嘴一下，哎呀，然後他說哦，老師我也變阿妹吵。哎呦，呀，變慢人咧，聲音冇乜熟悉咧，哈。睇一個聲音唱山歌，應該唱嘅要60年嘅，有冇？60年，個啞音咪就8組嘅，一聲音彈起來會驚嘛？還好啊。唔會驚啊！阿曾聰爸會驚嘛？唔會講啦，唔可以講啊，講後台啊。2位我撇撇出嚟啦。來，分享魔王出場。哦，總是從。狂愛青菜，6是啲，我係重量級嘅哦。今日我一定唔會少人，更加唔會盡人。各位選手，你都係靠誠意的喎。咁樣天春日要按限咯，突然遊戲咯。最近5、6年。5、6年遊戲。以前，假如要講創60年嚟啊。幾講？差唔多嘅，差唔多。我要看到咩重錄嘛嘅，可能要60年嚟嘛嘅。差是本團隊嘅。真嘅咯。幾多啊？T4屆就今年53屆咩？我一看變相片，變咗相片講，哎呦，我T4屆我就以創嘅呢。T4屆都不多呀，50年嘅。49年了。哇！當年最邊啊？冇啦，後生10個歲就看13、14歲就青春期啊，青春期。比較害羞啦，比較害羞。一禮拜一出場嗬。小學遊戲啦。水廠睇過一出場嗬，全部拿冠軍過嚟。沒啦，也幾年咧。係唔間要冠？拿幾百？唔間要冠軍咧下上衣，啊冇冠軍咧冇下上衣。係咪？ 82年還有一班拿過冠軍。哇！
做，所以啊，经历也非常的丰富啦吼。安尼今日3秒就向阿拼啊咧。你面笑笑喏，笑嘛你可能我变啊较多吼。冇表情，你自己每天就变啊较多。前辈啊，前辈。唐太公，带着马狗，你冲干嘛？冲不会呀？来冲平板啦，平板啊，系啦，啊，兴奋剂，冲3个字，啊，魔王，葱肉狗，葱肉，水爱葱肉3个，哦，逗号要葱，水葱肉3个，来唐3米后唐过过来。山过了黑来岸，
难装啊，良乡酒哦。艺术啊，难开呀，良乡发难。新闻，係啊，哎呦，我用去啊，凊彩啦，我骗你吼，啊，聽出錯啦，就這樣，唔加去嘅片的唔可以去嗌呀嘅呢？kim做啊？係啦，冇啦，冇做呢啲當我做嘅。好啊，三位表態了吼，啊，來談一下先生的公平啊咧，係，有請到蔡永慶先生。彭先生你好，今日你唱嘅那個評判吼，非常嘅一個平穩。唱嘅強音也真好，大音嘅部分也有唱到有交代到清楚，也係一個真好聽嘅評判。但對我嚟建議你吼，假是那個第三。以風水做菜上梁梯，嗰隻梯啊，做得唱上梁梯啊，做得那個唱過去來，會比較較衝會較好，唔會規個彈到平平。風水做大菜呀，上梁。主身份主五師，因為你唱那個那個三個字，我建議因為那個丹田的力量真好，你唱出那個音各方面就真爆。唯一係咪有細細的緊張啊？哈，強散哈，兩很白，假使係有機會，這個唱嘅時間，盡量排除一個部分，你唱會。更加較穩。對於魔王莊先生，基本上嚟講，佢今日唱到佢冇乜嘢好強散嘅啦嚇。佢唱嚟唱行雲流水樣嘅，落山嗰啲東西就唱啱嘅，嚇，也就本人感覺到真好。太陽係今日都留低自家做人嘅個報告。再嚟唱到賴先生。好嘞。兩位比參賽者吼，彭先生呢吼，像伊今日PK 賽魔王吼 PK 咪吼，都要注意就咬絲啦。所以講試驗呢吼，因為客家試驗有長有短啦。即講我所一開始咧就講吼，人強音喺家唱參教所講嘅冇乜問題，但是人天幾嘅時間啦吼，佢會顯家音嘛，人數味音嘛，數嚟呢氣冇乜清順，哦，記得我哋啊，數得就味啦吼。我還有嘛呢？推啊，一推一兩隻詩呢吼，係屬於高平調平平，唔唱到嘛呢？推安尼吼，唔去因為韻將一詩音嘛，是拗掉咧，好，一來要注意啊嚇。嗰樣呢，有冇推出腰歌？有冇我唱歌？然後做起來，歌唱了，歌唱安尼話吼，即係就按到呢詩章強言嘅啦吼。所以嗰隻三日咧熱啊！一個熱詩呢吼，係一個乜個喏，熱入上啊，冇味嘅。但是你看三夜，安尼那一頭啊，一個詩都唔對嘅。應該三夜咯，人啊熱詩嘅叫那嚟韻，一數話起來發，人家熱詩都發上都對啦，因為佢入上詩啊吼，所以呢要注意啦，吼，所以呢要咬詩一條呢吼，個氣啊喺度練啦。嗰個呢主身份唔是吼，你唱嘅嗰陣吼。像呀，辣仔哦，細細啊，一隻辣絲咪嗬，有咩屬於呢？辣嗬，也係容易上，有咩多？呢個辣仔安尼法，我認為也都絲音嘛，佢冇面拿嚟幫人唱嘅法，就唔係辣絲會辣啊，所以呢一隻辣嚇，
比如讲啦，你讲说唱山歌之法，哦莫唱呀，种花安尼吼，你话辣椒，哦辣椒，安尼法，辣丝呢，速度变斑驳来法，伊拉丝就会做嚟讲款啦吼。我呢也都讲到模仿哈，因本身哈水上先生哈，唱嘅老山歌，我实真叫冇彈到安好彈嘅老山歌啦。嗰一方面咧嘛啦，就講人團機啊吼，我都從出嚟學咯，我研注意看啊吼，就講誒，我看人家歌詞啊樣嘅看樣嘅唱，誒天機嘅時間吼，誒就話調低啲嘛，啊樣啦吼，然後咧誒，我都看天機啊吼，看我電影嘅就格式度方，我強化添喎，誒唔會哦嚇。練有一個，好就嘛咯，你莫練㗎。個第三、第四季我看唔係會神書條擺安尼，所謂格式嘅嗰種安尼冇，結果唔冇啊。比如嘛43、25，我都認為講你要處理到相當好，我本次嚟傾聽啦。所以你唱老山歌都有嚟講法，用安尼詩意來團結法，也都正確嘅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同我弄一下，這才會唱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哇，實在強哦，厲害，難怪都會模仿嘅。哎呦，哦，當佢好評哦，哈。好，來看分數，好嘛？彭真唱嘅分數。90分幾分哦？少咯，啱少嘅哦。少啊，來看一下哦。自信分嘅分數。差到一步啲，啊！一些嘞，好，我哋嚟看一下模仿。總水唱嘅分數。哎呀，96分。啊，接落嚟呢節目唱歌唔得啊，彈啊，因為笑，有請唔來咗來哦，你。會啦，因為。恭喜彭太哥呢？係恭喜你嚇！好，宣好，好，恭喜啊！新分級搶死投胎，搶死吞吃甲冇強用，搶死好。嘿，好，安尼就向前向上臂轉一邊當做安子 say 好，謝謝。好，安子 say 安子多謝，好的。第一擺來了比賽，較無經驗，希望下一擺再個有機會多進來。家下間奏的時間，你剛比得要命，導播都沒有 take 你。出了好難。下一組係乜嘢呢？陳偉強、吳建峰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好，有請兩位哈。大家好，可以寫。兩位有碩士嘛？有，今日見碩士咧。今日見碩士都有碩士嘅係嘛？很好哦，係咪？好，安尼碩士到朋友哈，交往啊咧，哈，一好啦。向陽大竹東。大竹東啊？哦，安尼哦。你幾條我記得10幾個米啊？哦，幾條個米啊？對啊。上擺沒變過一擺。好，錯。所以一擺要同莫忘來變過啦。好麼？好麼？看出道嘅莫忘係慢音，好來。來看慢音出。好，走。謝謝，那麼客氣。唔清楚啦，慢音出。來。天來牧師。哦。西煙講天來牧師嘛。天來牧師。來講牧師。天來牧師。天來牧師冇誰講。牧師係我哋啦。注意啦。平平也做當然。
牧师安尼节目都出现一位听听嘛，嘿啊，就先来谈一下去唱的，好啊，给唱歌们。是一鸣惊人。客家山歌，真好听哦！欢迎一下，我哋的好朋友，好，魔王出场，郭爱如。今位陈永平来参加闹热大擂台嘅踢馆，希望手到爱嘅朋友你要注意哦，拿到你嘅实力来，加油！三位做动员向阳向前啊，变安尼做得吗？做得么？唔啲会排射么？哈，唔会啦，唔会啦哈。你会排射么？嘿，唔会。唔会啦哈。哦。係，人家啲做動有所試過嘛？要啊，像啊比賽會督導。哦，比賽會督導。家家提落杯天春日督導。哦，有督導，加個精力。精力其實嘛冇乜嘅啦，就天春日全部第一名啦。哦。係啦，啊個伊哋嘛嘅客家傳統音樂節嘛第一名啦。安尼今日三位去向下邊哦，簽數喺度邊淘汰咯吼，加油哦！好。啊邊嘅啊，我都冇所用嘅啊。唔會。哦，我我從哪個？平板。平板。安二咧。咩平板？好。安二咧。三個字。好，嚟彈看下哦。注意了什么？
请教一下，做嘛呀？刚他一口一条的时间，那里这要干嘛？安乜嘅意思？哈？客家太戏。你有麦克风？客家太戏。哦。刚他间奏的时间。魔王。你刚刚比得要命，导播都没有 take 你。你看，佢都憋，你喺憋時間，你喺翕小康老師呢？那是帶了安靜呢。從來邊啊？唔知。冇到時間。哦，哎呀，你看佢有切下嘅創意啦，嗬，不差不差。做魔王啊，痴心屠龍起來咯，嗬。哦，安尼三位創體就唐亞先生公平下嚟，好嘛？你聽到，邱夏先生。你牧師聲音非常好哈，有必須過那個聽一名，啊，就有這樣有啲隻實力，外星人能夠將啲客家山歌唱得咁好，實在是了不起。特別能夠看到你去比賽都能夠拿到很好嘅獎，哦，你讓你恭喜。至於啲兩位兩位今日參賽者啊，可能唔強哦，有人這麼緊張。講老實話啦，聲音音質都差唔多，哦，冇乜個本乜個歌。唔過你今日嘅主持人嘅表情方面冇金峰按詞言，金峰佢上台佢下詞言，所以佢詞言方面呢，硬就能夠拿到很好嘅分數。還有係注意在咬字方面，一出嚟講四季八節咬字要注意啊嚇。你像阿哥嗬，小強，你像那小強。34實力實在就讓親人呢來評出分數，唔過一樣我們評出來就會給他推分，還有原圖兩三原圖統一做出來，所以你評審先生是請跳拿動，哦，等下看看你的分數啦，加油！好，撒下來。像唱高中的團的公平啊！韓師祖定係點樣？身體冇乜一條貨，身體 come on。陳小姐，那個韻相當不錯，響班的韻嗬，真好。但是今日聽到那個聲音，人係差唔多要卡壓的喂，嗬。咪咁麼？要，係按一要向。故所唔嘅大演嘛，係要得大演唱到唱唔要得唱無夠得人好，將佢演嚇嚇嚇。劍鋒小姐基本上也個演色亦好，但是可比講天意機來聽老妹唱山歌，嗰歌嗬牽唱唱了後，人個別腳數出來咧。來聽了路那妹呀，唱散了高難。至於一個魔王高先生，我因為唱嘅一個山歌字嗬。關於講可圈可點啦，嗬，我非常好容易啦，嚇，好，以上就係我對人33年嘅一個公平。好，謝謝。客家人講嘅實在是一個可圈可點。可能今日有咁冇嘅關係啦，嚇。平常是冇安尼啦。我媽媽就會可圈可點。愛送你，永遠不後悔。來，看一下分數來。陳偉強嘅分數。當高分哦，但是家欣賞於歐羅機，安尼金行較高分，係嘛？有可能會強分，嘛有可能。哦，安尼啊，來看一下。劍鋒嘅分數。
得一分，对对，哈，啊，你看一下模仿，好。各位入围分数。哎呀，哦，嗯，啊，恭喜你哦，好，哦，谢谢按枪指投胎，好吗？哎呀，谢谢高牧师哈。基本嘅哈，安尼节目已經到呀哈，告一段落啦哈，所有安尼朋友哈，哎呀，多謝你的收看咯哈，啊，還望來報名嘅，結個來報名。報名專線0919-388-398，還有純真天花02-1777-8231。誒，等下頭來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生，什麼先生？希望辛苦嘅長先生，還有各位寶寶。多謝，謝謝，小票。同時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同一個時間的收看呢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天下來。